娘。 杀我爹娘的竟然是个武学高手，可二老都是普通的庄稼人，不会一点武功啊。他为什么会来杀他们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爹，娘，你们一生当中与世无争。 是谁像你们下这样的毒手？爹，娘，糟糕，咱们来迟了。秋风，你们契丹人简直猪狗不如！乔三槐夫妇白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就算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，你也不能对他们下这样的毒手啊！你还是不是人？还是不是人？血口喷人！我来的时候。 二老已经被人害死了，秋风，不要再装模作样了。你杀你养父养母是为了灭口吧？可惜，你是契丹孽种的事实早已传遍了整个武林，今后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们慈悲为怀，但是确实是误会我了。不要再花言巧语了。就算我们救不了人，惩办凶手总是来得及的。看招！天下人打我，而我乔峰又不还手的，只有我爹和我娘。只可惜，他们二老已经被大恶人给害死了。那个大恶人就是你自己呀！我乔峰要杀人灭口，现在是易如反掌。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希望你们今后能够明白。还想杀人灭口，只怕没你说的那么容易吧？乔峰，你最好老老实实束手就擒，跟我们回少林寺听候方丈发落。我乔峰不想得罪各位大师，告辞了。 他跑不远，分头去追。是。爹，娘，无论我乔峰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们的养育之恩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你们放心，就算我走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找到杀害你们的凶手。 娘，外面的客人，请进来吧。弟子乔峰，叩见师父。是风儿，十几年没见了，你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？快进来，
进来。师傅，凤儿，快来，快过来，让师傅看看。师傅，近来身体可好？是你，你就是乔峰，你就是我亲手教出来的好徒儿吗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我是风儿啊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玄苦大师圆寂了！玄苦大师圆寂了！玄苦大师圆寂了！施主是什么人？弟子乔峰。你就是丐帮的前任帮主。玄苦的弟子乔峰，正是。你为什么要深夜闯入少林？你又怎么会知道玄苦师弟圆寂了？弟子有急事想求见恩师，没来得及向贵司禀报，请方丈还有各位大师恕罪。小师傅，不用端药了。玄苦大师已经圆寂了。是你，你又来了。方丈，我看见他用张大师傅的胸口，就是他，我在窗外亲眼看见他。你说什么？别怕，你是说他打伤了玄苦大师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他。你看仔细了，别认错了人。就是他。我明白了，凶手是故意扮成我的模样，想嫁祸于我。怪不得师傅死前是那种表情。禀告方丈，师弟晚到了一步，那乔氏夫妇已被乔峰的恶贼杀死了。你这恶贼为什么在这里？乔施主，你接连杀死了抚养你的乔氏夫妇，又杀死了教你武功的玄苦大师，做下这样的恶业，天理难容啊！方丈，我绝不可能杀我的恩师，但是我的恩师是因我而死的。杀我父母、杀我恩师的人想嫁祸于我，我会给你时间解释的。把他给我拿下！慢！方丈，我不能死。
如果那样的话，我父母恩师大仇就没办法报了。弟子迫于无奈，只好冒犯少林尊严，请方丈恕罪。在底下的，抓住了，别动！起来，起来！让你跑！抓我干嘛呀？传令全寺僧众，仔细搜查寺内各个角落，绝不能放走这个恶贼。前面有，到那边去搜。是，走。禀告方丈，四处都搜过了，没有找到乔峰的踪影。先把玄苦师弟的法体安置好，明天老衲亲自主持法事，为他超度。现在，都各自回房去吧。今夜有人擅闯少林，师父命我们看守菩提院，大家小心一点。师兄。师兄，这菩提院这么大，师父叫我们看守什么呀？这是菩提院的秘密，你不必多问了。我看你也不一定知道吧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一梦如是。什么一梦如是啊？哎，知青，你平时从不多嘴多舌，今天怎么问个没完呢？想知道菩提院的秘密？去问你自己的师父吧。师兄，我方便去啊。知青，干什么？来人呐！有奸细，快来人呐！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当作如是观。一梦如是。找到了。师兄，菩提院中有动静，会不会是乔峰那恶贼闯入了菩提院？快，把守住菩提院各个出口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
是。我们进去看看。不许出声！要敢出一声，我一掌要了你的命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！师兄，是执战纸鸢他们，快把他们救醒！一定是乔峰那恶贼干的。啊！铜镜被掀起来了。乔峰偷了菩提院经书，快去禀告方丈。是。哎，他们怎么样了？师兄，啊，他们醒了，醒了，快！哎，快来检查一下，看他们受伤了没有啊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参见方丈，参见达摩院首座。又是乔峰干的？不是乔峰干的，是芷清干的。芷清，你也在。你刚才为什么暗算我们？你拉我干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暗算你们？禀告方丈，刚才就是芷清暗算我们，然后撕开菩提院铜镜盗取藏经。我刚才一直在方丈身边，什么时候来偷的藏经啊？你把刚才的事情再仔细的说一遍。啊！你们都看清楚了？真是芷清偷袭你们吗？禀告方丈，我们看得十分清楚，就是芷清。可刚才芷清一直和我在一起，从没有离开过。达摩院首座也在一起。不错，我亲眼所见，芷清一直陪在方丈身边。阿弥陀佛。众位弟子，天色已晚，都各自回房歇息去吧。这件事，明天再议。是。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。阿弥陀佛，乔施主，你今晚接二连三向少林挑衅，老衲身为少林方丈，不得不将你擒下。再吃我一掌！呀！乔峰的武功果然厉害，得想办法尽快的把他除掉，否则危害世人，后患无穷啊！你自己走吧，不过别想逃，我有很多话要问你。走。哎，装死啊！
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再不说话，我一掌毙了你！哎！朱姑娘，朱姑娘，乔帮主，朱姑娘，朱姑娘，朱姑娘，你现在的伤很重，我必须把你送到镇上去，找个郎中给你医治啊。我怀里有治伤的药。太好了。朱姑娘，现在治伤要紧，希望你不要责怪我。怎么样，阿朱？阿朱，阿朱姑娘。包大哥，小弟乔峰有话想跟你说说。乔峰，我的人头你随时都可以取，你连父母恩师都可以杀，对我又何必假装客气，手下留情呢？你是想戏弄我们吗？你们不必误会，小弟绝无此意。我只是听说阎王狄薛神医大发英雄帖，因此很想跟三位一起去见识见识。你也要去？你知不知道这次开英雄大会是为什么？看在昔日你我还有点情分的份上，我可事先告诉你，
你去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我乔峰既然决定要去，就不怕有什么结果。更何况，我只是去找薛神医，有事要求他。好，这次英雄宴就在前面不远的聚贤庄。哎，我可有言在先，是你自己要去的，到时候发生什么事，可跟我没有关系。这一点，包大哥请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小弟绝对不会怪你。聚贤庄我认识，请3位大哥先行，并顺便带个话，说我乔峰随后就到。好，既然你执意要去，那我们就聚贤庄见吧。哼，多谢了。慢，请出示英雄帖。各位请进。就对，这样就这。3位，薛神医，一路辛苦吧，一路辛苦。请，坐。来，请坐，快坐吧。好，请随便用点点心吧。好，请。薛神医，2位有也，鲍某有一事请问，这次所请的宾客当中有没有乔峰？我们这次下的是无名帖，愿意来的都可以来。哎，你问这个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因为你和乔峰有交情？不，你们误会了。我们在客栈遇见了乔峰。不瞒大家，我们3个人睡得太死。昨天夜里，乔峰进了我们的房间，还在我们的兵器上加了纸条，我们居然都不知道。你们看，天亮了，他又来找我们，而且还让我们给大家带个话。他说也要来参加英雄大会。也许这是天意吧。他呀，是来自投罗网的。我听说乔峰不是个鲁莽之人，他真的会来参加英雄大会吗？我想啊，他一定有什么阴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大家先计划一下。这话倒对，有理。善政谭公谭婆赵钱孙到。哎呀！你看，哎，全都在这儿呢。哎呀，诸位大侠，欢迎好啊！诸位好。哎呀，请。少林寺玄难玄寂2位高僧到。2位大师，大师辛苦，大师辛苦了。2位大师请进。快请。请。2位大师，请。丐帮众长老到。丐帮来了这么多人，果然是为给乔峰助威来了。乔峰早就被丐帮赶出去了，是我亲眼看见他们翻了脸的。那也不能保证他们就完全没有关系。先不说那么多了，把人迎进来再说吧。丐帮几位长老驾到，有失远迎了。薛神医，太客气了。请。乔大哥，你看我这样子，你还能认出我来吗？阿朱，你怎么自己变成这样了？没办法，我们慕容家在江湖上名气不小，我怕万一有人认出我来，给你带来麻烦。可你替我想的那么周全，
驾！乔大哥，嗯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变成这样，你会嫌弃我吗？我在这种时候，你能陪伴我，我乔峰会因为你的容貌而嫌弃你吗？好了好了，别说话了，赶紧进去，好好躺着啊。薛神医，有见老弟。今天约集了众多武林高手，是不是为了乔峰那个混蛋呢？是的，徐长老和丐帮的诸位长老一起来商量这件事，实乃我们武林的大幸啊！这个人呐，真是丧心病狂啊！本来他是为我们丐帮做了一些事，可是没想到他是个契丹人。契丹是什么人呢？契丹是我们大宋的敌人，他现在又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们绝不能原谅他。所以你们放心，他虽然当过我们的帮主，我们丐帮绝不会为这个而袒护他。说得好！照长老的意思，乔峰是要独自前来。什么？乔峰也要来？不错，是乔峰亲口告诉我的。我看这是乔峰的阴谋，故意放出这个风声，好来个金蝉脱壳。脱你奶奶的壳啊！哼！乔峰是什么人，我比你清楚。他既然说要来，他就一定会来。乔峰到！乔峰听说薛神医和尤氏兄弟在聚贤庄设宴邀请武林豪杰。我自认为不是什么武林豪杰，我来这里也不是参加什么英雄大会，我来这儿是有一件事情，恳请薛神医帮忙。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？薛神医，这位姑娘，请薛神医救救她。请进庄吧。他是怎么受伤的？都怪我做事太鲁莽，不小心让别人伤了他，而且伤得还不轻。我想这世上只有你薛神医一个人能够救治他，所以，我求你务必帮这个忙。这狗贼冒死来聚贤庄，就是为了给这丑丫头治病。
这小姑娘是个什么人呢？她是不是疯了？我看他是在耍阴谋诡计。对了。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？真对不起，我还真不知道她叫什么。阿朱，你到底姓什么？我姓阮。啊，薛真义，他姓阮。这么说，你和他也不是很熟悉了。他只是我朋友的一个丫鬟。看来你的这位朋友也不是一般人。你的这位朋友是谁呀？不瞒薛神医，我跟我这位朋友也只是神交，并没有见过面。这位姑娘如果不是服了一种外加的治伤灵药，又有你乔峰为她多次输送真力，恐怕她早就死在少林寺玄慈方丈的大金刚掌力之下了。原来这姑娘是被玄慈方丈打。玄慈方丈怎么会跟一位姑娘动手啊？就是啊，薛神医，我方丈师兄几年没离开过少林寺，而少林寺一向没有女人出入。这大金刚掌力，肯定不是出自我师兄之手。那这世上还有谁会发如此刚烈的大金刚掌力呢？阿弥陀佛，薛施主，这些话说起来惭愧，贫僧和玄寂师弟天资有限，无法领会大金刚掌力的要领。至于少林以外嘛，我看就更不。乔峰，那天晚上，偷偷进入我少林寺，害死我玄苦师兄，后来曾受我方丈师兄的大金刚掌。他的厉害你领教过。试问，如果我师兄这一掌打在这位小姑娘身上，她还能活命吗？这位姑娘如何受伤，暂且抛开不谈。刚才大师说我杀了玄苦大师，确实冤枉了我。玄苦大师是我的授业恩师，我乔峰就是不要性命，也不会伤害他的。乔峰，你那天晚上明明是多次进进出出少林寺，很多人都看见了，你又怎么解释？还有，那个被你抢走的少林和尚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真的没有杀玄苦大师，更没有抢走什么少林寺的和尚。很多事情，你们不明白，我也不明白，更说不清楚。不管怎样，这位小姑娘绝对不是我方丈师兄所伤。我方丈师兄是一派掌门之尊，有德的高僧，他怎么会出手打伤这样一位小姑娘呢？再者说，即便是这位小姑娘她做的再不对，我方丈师兄也不会和她一般见识。当然了，玄慈方丈一向慈悲为怀，不可能对一个弱女子下毒手的。我想，一定是有人冒充少林寺的高手，使了这个大力金刚掌。这句话还差不多。照这么说，原来还有人会用这大金刚掌。那么这个人在出手的时候，一定受到了什么阻挡，掌力削减了不少，不然阮姑娘早就当场死了。这个人掌力雄浑，
只怕能和玄慈方丈并驾齐驱。是啊，可是这个人又会是谁呢？是啊，是谁呀？如果这个小姑娘死在大力金刚掌之下，对少林寺的面子也是不大好吧？所以，我恳求神医救她一命。姑娘，你到底是被谁伤成这样的？那个人是个年轻公子，相貌英俊潇洒。当时我和乔大爷正在饭馆，谈论您薛神医的医术，出神入化，空前绝后，就连神仙也比不过。我还说，有了薛神医，大家学武功还有什么用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了你。谁伤一个，你救一个；谁伤两个，你救一双啊！可是，那个年轻的公子爷一直在旁边听我们说话。后来，他忽然冷笑道：“哼，天下掌力，大都轻飘飘的，才会让那个姓薛的郎中浪得虚名。”不知道我这一掌，他是不是也治得好？他说完这句话，就向我凌空一掌击来。我见他离我挺远的，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。乔大爷他却大吃一惊。那他伸手挡架了吗？其实，乔大爷如果伸手挡架了，那公子爷就伤不了我了。但是，乔大爷来不及救我，他就提起一张椅子扔了过去。只听见咔嚓一声，那张椅子已经被那公子爷击得粉碎。我当时觉得轻飘飘的，好像自己进了云端里一样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我只记得那公子爷说：“你去叫薛神医多翻翻医书，练上一练，日后替玄慈方丈治伤的时候，就不会手足无措了。”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好像是说，将来要用这大金刚掌来打玄慈方丈。一彼之道，还治彼身呢。难道是姑苏慕容复？对，就是他，姑苏慕容复。姑苏慕容复。乔兄刚才说有人冒充少林高僧，招摇撞骗，打伤了这位姑娘。可这姑娘却说打伤她的是一个年轻的公子。哼，到底你们俩谁的话是真的？冒充少林高僧也是有的，我就看见两个和尚自称少林和尚，偷了人家一条黑狗，杀了吃了。薛神医，如果你今天救了这位姑娘，我乔峰这一辈子都感谢你的大恩大德。哼，一辈子？你看看今天这阵势，你今天还想能活着走出这聚贤庄吗？活着出去也好，死了出去也罢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但是，这个姑娘，你今天一定要救治。我为什么一定要给她治呢？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薛先生在江湖上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善事，难道忍心看到这位姑娘无辜的死去吗？哼，无论是谁带这位姑娘来的，我都给她医治。正是因为你带来的，我才不治。今天你们大家聚在一起，不就是为了要合计对付我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乔大哥，既然如此，你就不该为了我跑到这里来冒险。我以为在座的
都是武林中的好汉，有什么全都冲着我来。为什么要牵连一个小女子呢？给不给人治病救命，全凭我自己的喜好，谁也不能强迫我。你既然都知道我们今天在这儿干什么，那最好，我们要杀了你，祭奠你的父母和师傅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自己了断。乔大哥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吧！我跟他们无冤无仇，他们不会害我的。乔大哥，你快走吧！我乔峰不是贪生怕死的人。阿朱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来，薛神医，如果我是汉人，你今天这样侮辱我，我一定把你给杀了。如果我是契丹人，我头一个杀的还是你，省得我杀一个你救一个。这么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要杀了我的。薛神医，如果你今天救了这位姑娘，我们一命换一命，我乔峰永远不会动你一根汗毛。一命还一命，笑话！姓乔的，自己的命都活不过今天了，还拿什么跟人家换啊？明人不做暗事。刚才这些话，是哪位英雄好汉说的？出来让乔某见见。你杀害了玄苦大师，却至今不敢承认，还好意思说什么明人不做暗事？卑鄙小人，不要在暗中挑拨！有种的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他是追魂掌谭青。对，是他。他是恶贯满盈段延庆的弟子。你好高的内力，不仅破了我的千里穿云功，还震伤了我。卑鄙小人，咎由自取。留下吧！尤氏兄弟，我想在你们这儿讨几碗酒喝。拿酒来。这里众家英雄都有乔峰往日旧交，今日既要与我为敌，咱们干杯绝交。有哪位英雄
想要杀乔某的，请过来和我对饮一碗。从此以后，往日交情一笔勾销。我杀你不算忘恩，你杀我不算负义。天下英雄，俱为见证。痛快！姓乔的，我跟你喝。今天我是和老兄弟、老朋友喝绝交酒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跟我乔峰喝酒？倒酒。等等，你我兄弟一场，一起出生入死。这一碗酒之后，我们就要化友为敌，反目成仇了。这真是造化弄人呢。乔兄，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说。一会儿不免一场恶战，请白兄弟保护这位姑娘的安全。你放心，待会儿不管你是死是活，我白狮镜以性命担保，我一定求薛神医治好这位姑娘。乔峰，多谢了。乔峰，一会儿交手之后，你不必手软。如果我白狮镜死在你的手下，丐帮还有众多弟兄也会救活这位姑娘的。乔大哥。
诸位，乔峰与众兄弟相交多年，今日恩断义绝，我无话可说。不过，我有一事相托。如果我今天死了，请诸位兄弟保全住这位阿朱姑娘，也不枉我们相交一场。我在九泉之下，也会感激众位兄弟的大恩大德。大恩大德。酒已经喝完了，你们谁想动手，就来吧！你们要是不动手，那我乔峰可就不客气了。大家别慌，这狗贼要拼命，大家先避开。杀！别废话，一起上！狗贼！乔峰，契丹和大宋势不两立，今天你以身冒死，别怪老哥哥们不客气了。别这么多废话，绝交酒已经喝完了，还有什么可顾忌的？来吧！爹，你来干什么？快躲开！快走！走！走啊！呀！狗不要脸！好。爹，盾在人在，盾随人亡。
要杀就杀，耍什么花样？你们动手吧，我再也不还手了。不要！乔峰，还我儿子命来！呀！乔大哥，不要！呀！乔大哥！乔大哥！我乔峰英雄一世，想不到今天会死在这里，甚至连自己的身世都没弄明白。上天呐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不公平？洞里有吃的，够你活些日子的。放心吧，他们那些人找不到这儿。恩公，能否让乔峰见一面？日后你好报。我早知道你笨成这样，我就不救你了。恩公，你救的那个女子是什么人？是我朋友的一个丫鬟。朋友的丫鬟？什么朋友？不瞒恩公，这位朋友，我也只是神教。一派胡言！我告诉你，这里没有人把你当作朋友。你自己好不容易练就了一身灭世天下的功夫，却差点为了一个女子白白送了命。天下没有比你再笨的了。恩公骂的是我乔峰一时冲动。一时冲动？看看你自己的胸膛吧。恩公，我身上的刺青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请恩公赐教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里没有人把你当作朋友，只有你的仇人。别辜负了你那一身灭世天下的功夫。恩公，我
救我的这位恩公是谁？害我的那个大恶人又是谁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薛神医，来，我来给你把把脉。阿朱姑娘，你的伤差不多好了。多谢薛神医，神医的医术天上天下都是第一。阿朱姑娘，你现在应该说了吧？你和乔峰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又是怎么被这正宗的少林大金刚掌所伤？薛神医，你忘了吗？那天我当着大家的面不是都说过了吗？我是被一位长相英俊的公子所伤，乔大爷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是他救了我。好了好了，就算你说的是实话，可你为什么要易容呢？你是什么身份？不能告诉我吗？我的身份当然不能告诉别人了。哦，那又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欠别人很多钱。是真的。那天在镇上，我路过一家赌馆，手就开始痒痒的，就想进去碰碰运气。谁知道把身上的银子都输光了，还欠了赌馆一大笔钱。后来我没钱还，他们就说要把我卖去妓院，而且他们还把我关起来了。我半夜好不容易从窗子爬出来的，你说我能不易容吗？够了！你这个丫头，满嘴没有一句实话。你既然不想说，那就先别离开这聚贤庄，把伤养好了，免得乔峰找不到你，又来怪罪我。哎，薛神医，你看，我的伤都好了，你看，是真的。而且我刚才说的话也是真的，只不过你不相信而已。别说那么多废话了，好好在这待着吧。薛神医，薛神医。对啊，喂马，取钱。是。没想到，我乔峰也有一天会被人追得到处藏身。我一定要查出害我的人是谁。阳光下。
开眼睛，我触摸到光明，没有你，我宁愿长眠不醒。只要有你在我的视线里，我可以穿越于天地。仰望着你，总是无法自己，吸进你呼出的气，才能维持住我的生命。脱离了目的，就是为了寻找你。没有你，不想要我自己。在你怀里成长，在你怀里死去，这就是我选择的宿命。只要有你在我的视线里，我可以穿越于天地。仰望着你，总是无法自己，吸进你呼出的气，才能维持。当年我过雁门关的时候，曾经听人家说，战国时的大将李牧，汉朝时的大将智都，都曾在雁门关驻守，抗御匈奴入侵。如果我真的是契丹人，那1000多年来侵犯中原的，都是我的祖宗了。在你怀里成长，在你怀里死去，这就是我选择的宿命。乔大哥，阿朱，乔大哥，你的伤全好了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脱离了目的，乔大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这儿等了你5天5夜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成长在你怀里死去，这就是我选择的宿如果智光大师说的是真的，我娘被他们害死以后，我爹应该是从这个地方跳下去的。他不忍心让我跟他一起死，硬是把我抛了上来。他在石壁上写了些什么呢？我们到那边去找找。嗯。乔大哥，你看。啊？在离开丐帮的时候，
曾经发过誓，无论我是大宋人还是契丹人，绝不杀一个汉人。可是，在聚玄庄，我杀了这么多的人，事已如此，我乔峰也不能等着别人来杀我。我不是汉人，我不是汉人，我是契丹人。乔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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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，乔大哥，不要再打了！乔大哥，你再这样打下去，这座山都会被你打塌的。阿朱，你说你来这儿等了我5天5夜，怎么了？又不舒服了？不是，我很好。薛神医的医术果然高明，名不虚传呐。其实，是白世庆长老答应教薛神医功夫，他才肯帮我治伤的。他们还要追查黑衣人的下落，我要是死了，他们就一点线索都没有了，所以他们才会救我的。这倒也是。你笑什么？我伤好了以后，他们每天都问我和你是什么关系，问我是怎么受伤的。我每天就编故事骗他们，骗得他们像傻瓜一样。我现在想起他们的傻样子，就觉得特别的好玩。就你鬼主意多，你编的那些故事，他们信吗？半信半疑吧。反正他们也不知道黑衣人的来历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那黑衣人到底是谁。他们就这么放你出来了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有易容的，我装成一个人，大模大样的走出来的。你装扮成谁呀？薛神医呀，我每天看到最多的就是他，不装他装谁呀？我点了薛神医的穴，可是我又怕自己点穴的功夫不高，所以就用床单把他绑起来，再用被子蒙上，让人一看还以为是我。其实办他挺容易的，就是缺一把胡子。薛神医的胡子半黑半白的，确实很难装扮。所以呀，我就拿剪刀把他的真胡子剪下来了，然后贴在自己的脸上。反正他救我也不是真心，这下子我把他胡子剪下来，他还年轻了呢，他应该感谢我才对呀。我假扮成薛神医，大摇大摆地走出来，没有人敢问我。我让他们备了马，去取了银子，就这么出来了。哎，在路上我还扮成一个小伙子，越到后来，他们就越难抓住我了。妙，真是太妙了。阿朱，乔大哥，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呀？我有点怕。原来是你。说，谁指使你干的？乔大哥，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？你是不是还装扮过我？啊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告诉你吧。我是假扮过你去救丐帮的人，因为那个时候你救了我和阿碧，我们都非常感激你。
看见那些叫花子对你一点都不好，我就假扮成你去救他们，让他们对你心存感激。可是，在聚贤庄，他们还是那样对你，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。那你为什么杀我父母，杀我恩师啊？我杀你父母，杀你恩师？我没有啊！师父临终前一见到我，就说是我下的毒手，不是你易容后下的手吗？说！没有，乔大哥，我真的没有杀你师父，真的没有杀你父母。待着别动！乔大哥，你相信我，你师父武功那么高强，我怎么可能杀了他呢？乔大哥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阿柱，我相信你。你吓死我了！如果我有本事杀你师父，我怎么可能受那么重的伤呢？我这2天老是胡思乱想，胡言乱语，你不要怪我。谁怪你啊？我要是怪你，早就不理你了。乔大哥，不管你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我虽然救过你，你也没必要老放在心上。我要下去看看。这下面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要知道我到底是汉人还是契丹人。我要下去看看他们的尸骨。他们已经掉下去30多年了，只剩下一堆白骨了，你还能看到什么呢？如果下面真有2具尸骨的话，那一定是我的父母。我要好好的安葬他们。乔大哥，不会的，你不会是契丹人的。乔大哥，你不要下去，我求你不要下去。走。是大宋官兵，好像是来盘查的。怎么会有孩子？对呀，会不会是他们的家眷？乔大哥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强盗！这帮禽兽！
丹人，我是契丹人，我是契丹人，我真的是契丹人，是契丹人，契丹人。汉人里有好人有坏人，契丹人里也有好人有坏人。不管你是汉人还是契丹人，对我来说都一样的。你用不着可怜我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乔大哥，你要是扔下我，我就从这悬崖跳下去。我说得到做得到。阿朱，你不用可怜我，你现在就可以走了。那是绝对不可以的。阿朱，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有你陪着我，我真高兴。我在任何时候都会跟着你，陪着你。乔大哥，我能猜到你现在在想什么。你是要找到那个带头大哥，对不对？杀我父母恩师的大仇，我一定要报，一定要找到他。那是不是我们该先去丐帮找徐长老？阿朱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能没有你了。弟兄们，咱们还按老规矩，分站成3队，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，懂吗？是。什么人？快出去看看！是徐长老。阿朱，你的易容术真是了不起，我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其实给你这易容是最简单的了。啊，只找了2块猪皮，彻底洗干净，贴在你的脸上，涂了点染料，再沾上点胡子，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说来倒容易，可是这对于我呀，真是一窍不通啊。乔大哥，你这一说话一喝酒，别人还是会认出你的。对，我一定少说话。你先让我喝一点吧，啊！等事情办完了，我再一起陪你喝个痛快。啊，好。哎，讲完了，拿着上那边吃去。走。哟，客官慢走啊！哎，慢走。忍着点吧。徐长老死得太惨了，前胸后背肋骨全断了。是啊，一定是乔峰那个恶贼干的。对，我看也是，没错。徐长老死了。哎，后天在河南的卫辉场举行吊唁会，帮中长老弟兄都去祭奠，说一定要商量个办法抓住乔峰那个恶贼。不要乱讲，乔峰来头不小，不要随便说话，当心让他听见。快吃，好，吃饭，来，吃。他们怎么又冤枉你了？明明不是你干的，我要他们说清楚。阿朱，别冲动，你这样会打草惊蛇，坏了大事。
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去魏回城看看，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什么线索。魏回城是一定要去的。大哥，去拜祭徐长老的人，大多都是你们丐帮的人，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言行举止，千万要小心，可不要露出马脚。知道了。徐长老的灵牌上为什么3碗的鲜血？这是丐帮的规矩，表明他是被人害死的。乔峰的狗贼，杀了他的养父养母和恩师还不够，现在又杀死了徐长老，看来他是要冲着丐帮来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的。乔峰这个败类是武林的耻辱，我们一定要杀了他，替武林除害。对，乔峰狗贼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谭破，他也来祭奠徐长老，正好我要找他。小娟，哎呦！赵天孙也来了。阿主，你先回客栈，我跟我去看看。乔大哥，小心点。哎。师哥，你我都一大把年纪了，小时候的事情，现在再提，还有什么用啊？是啊，还有什么用啊？我这一辈子算完了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今天约你出来，不为别的事儿，小娟，我就想听你唱唱以前的歌。我当家的又见到你，已经很不高兴了。他这人疑心最大，你要是为了我，还是少见我为好。怕什么？咱们师兄妹光明磊落，说说小时候的事儿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哎，从前的那些歌，从前的那些歌。小娟，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重逢。我也没有几年好活了，将来你就是再想唱歌给我听，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听得见。师哥，你别说了，你要听，我就给你唱。从前你与我在小河边，你划船来，我才。谁？谁呀？一个轻薄放荡、勾引有妇之夫，一个淫荡无耻、偷偷私会情郎。
二位先在这休息会儿。在北魏城，现在有不少的英雄好汉正在徐长老的灵前拜祭，我这就叫他们过来，好好的让他们看看二位的尊容。这位英雄，我们素不相识。如果阁下能放我们一马，我们感激不尽，日后一定重重报答阁下。报答之话不必提了，我只问一句话，只要你回答我，我马上放人。而且今日之事，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。你愿身败名裂也不说吗？哼，老子大不了一死。那个带头大哥对我有恩，老子绝不会说出他的名字的。啊！那位带头大哥对你未必有恩，你要是说出来，大家都相安无事。贪公可以保全住自己的面子，而你们也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。你别杀我师哥，我跟你说就是了。不能说，小娟，千万不能说，我求你了。这个人肯定是乔峰的手下，你一说出来，带头大哥就危险了。我就是乔峰，要是不说，想想你们的下场。难怪你这么高的功夫啊！小娟，我这一生没有求过你什么，今天就算我求你一次，不能说呀。乔帮主，今天我们落在你的手里，要怎么处置，随你的便。你想要知道的事情，恕我不能相告。小娟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你要干什么？阁下是谁？是内人请来的吗？尊夫人已经被擒获，处境十分危险。内人武功不差，怎么会轻易被人擒住？是乔峰。乔峰？是他？这个就麻烦了。我内人他在哪里？你想让他活命很容易，让他死更容易。阁下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乔峰有个问题要问你，如果你回答，你夫人马上可以脱离险境，不伤毫发。如果你不说，他就死定了，而且他的尸体会和赵天孙的尸体长在一起的。你岂有此理！你就是乔峰。没错，正是乔峰。你逼我就罢了，为什么要扯上赵青孙这小子？那是你老婆想扯上的。你想不想知道谭波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他正在跟谁在一起说情话、唱情歌。你赵青孙，你这个王八蛋！你快带我去！我凭什么带你去找他？舅父，你说有事儿要问我，你问什么？那天，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，徐长老带来一封信，是谁写的？这是你的杀父大仇人，我绝不会说出带头大哥是谁，否则你去找他报仇，岂不是我害了他？那先死的就应该是你了。你把谭某看成什么人了？我欺负贪生怕死，出卖朋友。果然是条汉子。如果这事儿
不是关系到我父母恩师的血债，你这个朋友乔峰交定。你不管你自己的性命，那你老婆的性命呢？谭公谭婆在江湖上威名扫地，你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吗？哼！我谭某做得文吏的正，生平没有做过半点对不起朋友的事，天下英雄自然会有评判。谭婆未必做得文吏的正，那个赵钱孙未必就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，天下英雄自然会有评判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哼！小军，乔峰，这是你的降龙十八掌吧？你老婆不是我杀的，是你是谁？你这个鸡蛋狗！我杀你易如反掌，为什么还要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？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！你信不信我没关系，只要你告诉我带头大哥是谁，我帮你报杀妻之仇。你，好，我告诉你。谭公，谭婆和赵钱孙都死了，还有谭公，一共3个人。赵钱孙是杀害你父母的帮凶，杀了他也没什么。不是我杀的，那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总觉得有一个大恶人一直在暗中对付我。可是，那大恶人是谁呢？现在知道带头大哥身份的，只剩下3个人了。乔大哥，我们得赶快，别再让那大恶人抢在前头啊！是啊，只剩下3个人了。马夫人康敏那么恨你，她应该不会说。而且逼问一个寡妇，也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为。智光大师在江南，最近的就是单正了。我陪你去山东泰安。阿朱，和我在一起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愿意。
哎，客官来了。老板，给我们换2匹最快的马。哎，好嘞。给。哎，多谢。哟，客官来了，请，里边请。2位要点什么？去给我们拿些酒来。好嘞。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赶在那大恶人的前头。对，走。前面就是了。难道大恶人又先到了？哎呀，这是造孽，什么人干的？真是。哎，虽然他们家房子被烧了，但是山镇武功高强，我想不会有事的。哎，全家30多口，一个也没有出来。单老爷这样的好人，平日济贫救灾，积下这么多功德，怎么落得这样的下场？哎，听说单家2位少爷在河南让一个叫什么乔峰的恶人给杀了，这次放火的多半就是那个恶人。哎，老天爷不开眼呐！乔峰作恶多端，将来肯定比单家几位爷死得惨100倍。哎呀，谁呀？谁呀？谁踢我啊？奇怪。走吧。哎，小二，哎，结账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客官您慢走啊。哎，下次再来啊。这大恶人可真够狠的，杀了单正也就算了，还杀了他全家，连屋子都给烧了。这叫做斩草除根。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。为什么？你还记得单正在杏子林中说过的话吗？他说他家里有几封带头大哥的书信，而且还用过这些信对过笔记。哦，这大恶人已经算准了，就算他杀了单正，你也会去找那几封信，干脆把整个庄子都烧掉，什么都不留下。哎，现在看来，只能找智光大师了。阿朱，我们在明处，他在暗处，咱们赶得再快也没有用的。我看咱们用不着那么赶路，养好精神，遇到那个大恶人，说不定还能保住智光大师呢。那咱们就一路游山玩水去天坛山。好，驾！我总觉得那个带头大哥和那个大恶人可能是一个人。是啊，怎么一直没想到呢？如果是2个人，我想这2个人的关系会十分密切的。就连汪帮主和那些正派的人都甘愿追随带头大哥，这个人应该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。那天在杏子林，我听那些人说起30年前的事，总觉得好像……你是说，那个大恶人很有可能当时就在杏子林中？对呀，单正一说他家里藏有带头大哥的书信，之后单正全家都被烧死了。这个人心狠手辣，天下实属少见。
你想，那个赵钱孙宁愿身败名裂，也不愿说出他是谁，最后死得不明不白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那个大恶人论武功论心计都比我厉害，他要取我性命不是什么难事，又何必怕我知道他的身份呢？那也未必。那大恶人就算再厉害，他心中也怕得要命。我猜他这些天忙着杀人放火，就是怕你知道他的身份，去找他报仇。要不然，他也不用杀死乔家二老、玄苦大师，又杀了赵钱孙、谭婆和单正一家了。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？还有那位恩公，他明明是救了我，却不肯让我知道他是谁。我们素不相识，他为什么救我？是啊，太奇怪了。哼，我乔峰自认为是大英雄，却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，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在下乔峰，今日前来，打扰大师清修了。我等你很久了，你是不是在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？大师知道我要来，你应该更早到才是。萧峰，大师，在下姓乔。你原本就是姓萧。请大师指点。雁门关外石壁上的字，想必你已经见到过了。我去过雁门关，石壁上的字已被人铲得干干净净了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啊，石壁上的字能铲去，可这几十条人命，又怎么能够救活？萧施主。这是石壁遗文的拓片。这上面的字，我们一个也不认识啊。这上面说的是：分儿周岁回南朝探亲途中。突遇南朝大盗，妻儿被大盗所杀害。我也不愿活在人世。恩师是南朝汉人，我曾立誓不杀汉人。没想到今日杀了10余人，故无脸面再见恩师，萧远山绝壁。从今以后，我是萧峰，不再是乔峰了。是，萧大哥。明白了石壁遗文的内容后，我们才知道，是一个大大的误会，是我们大错特错了。唉，当时也太草率了，没有好好的想一想，令尊真的要去少林寺夺经，又怎会带着一个
丝毫不会武功的夫人，还抱着个婴儿。后来，我们追查这挑拨离间之人，才知道，原来是一个存心要戏弄带头大哥的小人所为。那个人现在在哪儿？带头大哥查明此事后，非常气愤。可是那小人早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而且从此无影无踪。如今事隔30年，想来他也不会活在人世了。多谢大师告诉我这件事的前因后果。萧峰，还有最后一件事情，请问大师。你要问我带头大哥是谁？对。听说萧施主为了要追查此事，已将丐帮的徐长老、谭公、谭婆和赵钱孙这4位杀了，还灭了铁面判官单正满门，将单家庄烧成了一片平地。所以，知道萧施主你一定会来我这里。啊，萧施主，我送你一样东西。万物一般，众生平等，圣贤出生，一视同仁，汉人契丹，一幻一真，恩怨融入，俱化灰尘。大师，请你告诉我，那个带头大哥到底是谁呀？大师，那个带头大哥到底是谁？他怎么了？智光大师圆寂了。我想，智光大师写的那几句话真的有道理。万物一般，众生平等，圣贤出生，一视同仁。汉人契丹，一幻一真，恩怨融入，俱化灰尘。恩怨融入，俱化灰尘。其实你是汉人也好，是契丹人也罢，又有什么分别？江湖上打打杀杀的日子，你还没过够吗？不如到雁门关外去骑马打猎，中原武林的一切恩怨再也不管了。这样的日子，我真的是过够了。到塞外去骑马打猎，逍遥自在，确实很开心的。
阿朱，以后我去了塞外，你会不会来看我呀？你骑马打猎，我给你牧牛放羊。你跟我去塞外，骑马打猎、牧牛放羊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永不后悔。阿朱，我还有点心事。我知道，咱们去信阳找马夫人康妮，这是咱们最后可以找的人了。对，不管他说也好，不说也好，我只问他一句，问完了，咱们就去塞外骑马打猎，永不回来。你是大英雄大丈夫，不能向他逼供，而我是个小丫头，我去骗他就没什么了。你去骗他？你怎么去骗他？我想假扮一个人，骗马夫人说出带头大哥来。哎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你的易容术这么高明，用在这件事上再好不过了。你想假扮成谁呀？那就要问你了，看看谁和她丈夫生前关系最好。和马大元关系好的有全冠清、陈长老，还有执法长老白世敬。陈长老布袋里又是毒蛇又是蝎子，我可不敢带这些。全冠清，这个人我可不太喜欢。还是白世敬好，在聚贤庄的时候，他特别听你的话，一直在保护我。我觉得学他应该比较容易。哎，那我呢？好了，你看。啊。阿朱，你怎么把我变成独眼龙了？独眼龙好啊，独眼龙别人就认不出来了。哎，别动别动。好了，现在你去城里找丐帮弟子聚集的地方，散布白世敬要来信阳的消息。好，弟子遵命。我走了。小心点儿。哎。这就是马大元家了。哦。哎，阿朱，为什么要等到天色变暗才过来啊？天色变暗，易容就不容易看出来了。记住，进屋之后，你能不说话，就千万不要说话啊。哎。听说白长老来了信阳，但光临寒舍，真想不到。在下有一要事要和弟妹商量，未能及时通报，还请恕罪。白长老大驾光临，有什么就请说吧。徐长老在魏辉城遇害，弟妹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。大家都怀疑是乔峰下的毒手，而且没过几天，赵钱孙谭公谭婆也在魏辉城外被人害死，死于降龙18掌下。紧跟着，铁面判官
单家被烧为平地，而且连天台山智光寺的智光老和尚见了乔峰后也圆寂了。这都是乔峰干的。我怀疑乔峰会来加害弟妹，希望弟妹能出去躲避一阵子。我当家的死后，我活着已经多余了。乔峰要是来害我，我正想一死呢。弟妹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啊，马兄弟大仇未报，你怎么能轻言死呢？你先出去一下，在外面等着我，我有话要跟马夫人说啊。哎呀，你还知道来呀？我确实得到了可靠的讯息，乔峰要来加害于你。你的好意我知道，你还有什么事？我还得到一个重要信息，是和马兄弟被害有关联的。是吗？那天在魏辉城吊唁徐长老的时候，我遇见了赵钱孙，他跟我说，他知道害死马兄弟的人是谁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这是正经事儿，我怎么会开玩笑呢？赵钱孙确实是亲口跟我说的，他说杀人凶手不是乔峰，也不是姑苏慕容，而是另有其人。这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这不可能！你胡说八道！胡说八道！真是的。赵钱孙跟我说说去年8月间。你何必吓我？我怎么会吓你呢？赵钱孙确实是这么说的，可惜他已经死了。他说去年8月间，谭公和谭婆，还有杀死马兄弟的那个凶手，一起在带头大哥家里过节呢。他真是这么说？真是啊！我问他凶手是谁，可是他却不告诉我。那又怎样？赵钱孙说，大家都怀疑乔峰和姑苏慕容是杀害马兄弟的凶手，其实大家都被糊弄了。是啊，只可惜赵钱孙已死，现在你就不知道谁是凶手了。没错。事到如今，我只好去找那个带头大哥了。但是，你不知道带头大哥是谁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弟妹你，带头大哥的身份对别人当然要瞒，免得让乔峰知道白长老是自己人，瞒你就没有必要了。他便是天上月亮这样圆，又这样白。15的月亮是又大又圆呐，可惜，马兄弟看不见了。你爱吃咸的月饼，还是甜的？我们做叫花子的，吃月饼哪里还挑剔呢？找不到真凶，不能给马兄弟报仇。别说是月饼，就是山珍海味，那吃起来它也没有滋味啊！白长老全心全意要为大元报仇雪恨，小妮子感激不尽。丐帮弟子数万，哪个不想为马兄弟报仇啊？那位带头大哥地位尊崇，声势浩大，随口一句话便能调动万人，而且他还喜欢庇护朋友。你如果去问他杀大元的人是谁，他多半不会说的。武林中一生能召唤万人的丐帮帮主能，
少林弟子遍天下，少林方丈也能。你不用胡猜，往西南方向。西南方。小女子不懂武功，白长老，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功夫。点穴的功夫，少林派的金刚指，河北沧州郑家的夺魄指，都是很厉害的。白长老见多识广，怎么这会儿糊涂了？这是大理段氏的一阳指，但是大理段氏是皇族，和中央武林往来很少。那带头大哥一句话调动千军万马，是不是皇难以自拔的地步？你倒是条爽直的汉子，说吧，你是自己了断，还是由我来出手？今天若非萧大侠相救，段某早就命丧小径湖畔。萧大侠要取在下性命，尽管出手。我父母恩师的大仇不能不报。你杀我父母，杀我义父义母和我寿宴恩师，一共5条人命。我记你5掌，你受过5掌之后，不管你是死是活，此仇咱们一笔勾销。好，你命只还1掌，你太便宜我了。出手吧！安住！安住！安住！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啊？你答应我，永远永远不要伤害自己。阿朱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看我的左肩。爹，你们将我送人时，在我身上刺的，一边流带，然后相认。
今天，他们在那个阿紫姑娘的街头发现了一个妓人，就知道是他们的女儿。阿紫姑娘肩上刺着的，就是这个缎子，连金锁都跟我的一模一样。你是说，你也是他们的女儿？我假装骗你去买酒，其实我去了主屋，偷听我爹娘和阿紫妹妹说话，才知道的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害死你爹娘的人，竟然就是我爹。老天爷太残忍了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要知道他是你爹。我在小屋里劝过你，可我怎么能劝得了你不报大仇呢？你可以告诉他，让他逃走，不来赴约。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理段家是皇族，你杀了他们的镇南王，他们不会放过你。按住！按住！大哥，我求你一件事。你说吧，什么事我都答应你。我的亲妹妹阿紫，虽然我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，但她毕竟是我妹妹。大哥，我求你帮我照顾她，我怕她误入歧途。我答应你。大哥，我好了。等你好了，我把他找来，让你跟他团聚。等我好了，大哥，我们就去关隘，骑马打猎，母鸟放羊。对，对，我们去关外牧牛放羊，咱们这就走。
你，我就能看得清。睁开眼睛，我触摸到光明，没有你，我宁愿长眠不醒。只要有你在我的视线里，我可以穿越于天地。阿朱，仰望着你，你告诉我，是无法自己吸进你呼出的气，这墓碑上我该怎么写？维持住我的生命。含羞以醉不成歌，纤手掩香罗。微花映烛，偷传深意，酒丝入横波。杏眸竹腰相伴，不知天地岁月也。大力断二，最后狂动。大力断二，杏目竹腰。阿朱，这是你爹写给你娘的。在你怀里成长，在你怀里死去，这就是我选择的宿命。不对，不对呀，不对呀！不对呀，这字迹完全不对啊！青儿，这就是那贱人的家。你是谁？姓阮的那个贱女人呢？尊驾是阮星珠什么人？我在问你呢，你是聋子还是哑巴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阮星竹是你？不错，我是阮星竹。二位是？哎，杀死阿朱的就是他。萧大侠，你已经杀死了我的女儿，你想做的，你不都已经做到了吗？你还在这干什么？我苦命的阿朱，段夫人，我罪孽深重，求你杀了我吧。杀了你，就算杀了你，老天能让我的孩子活过来吗？不能了，不能了。萧大侠，你不是说我和阿朱的爹爹做错了一件事吗？这话不错，可是你要打抱不平，你应该去杀段二爷，你应该杀我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杀了我的孩子？什么于心有愧的事？你明明知道，还来问我。阿朱和阿紫都是我的孩子，当初段二爷不敢带回家去，所以我们只好送给别人了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是罪过。我昨天问段正淳，他是否做错了一件事情，他承认的就是这个。那还能是什么？那我后来问他，
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作恶？他为什么也承认了？萧大侠，段二爷生性风流，一向如此。他有了第一个女人，还想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甚至第四个。接二连三的荒唐，你把这荒唐叫作恶，他也只好认了。你管这种闲事干什么？错了，错了，全错了，全错了。这幅字也是段正淳写的。不是他，还是谁呢？睁开眼睛，我触摸到光明。没有你，我宁愿长眠不醒。只要有你在我的视线里，我可以穿越雨天。有人设计陷害我，我误杀了阿朱。本应死在他身边的，可是我要去找那个人，先为阿朱报仇，再来和他团聚。等着我，阿朱。是谁陷害了你啊？我这就去找他。你这个狐狸精，害得我娘好苦！你说谁狐狸精？我打死你！阿紫，你是修罗刀秦红棉吧？没错，是又怎么样？那位一定是令千金了，真漂亮，很像当年的秦妹妹。漂不漂亮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阿紫，阿朱临终前曾托付我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段夫人，以后阿紫有什么事，只要有我萧峰在，尽管吩咐，我绝不推辞。如此真是太好了。阿紫啊，还不快过来谢谢萧大哥！我师父天下无敌，有谁敢来欺负我？萧大侠，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你还是先想想办法，把自己的仇报了，再来说大话吧。各位，在下就此别过了。这位姑娘，你用这么歹毒的暗器，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如果遇到什么高人，吃亏的是你自己。哎，又说大话了吧？这暗器顶多打不中，还能吃什么亏啊？